做個好學生。開學了，小山和古朗是2年級的學生。班主任張老師說：你們要做好學生，上學守時，不要忘記帶課本。你們要保持安靜，專心學習。你們要做好學生，上學守時，不要忘記帶課本，保持安靜，專心學習。班長小山成績很好，愛幫助別人。張老師說：小山，你可以教古朗讀書嗎？小山臉上掛着微笑，說：好的。小山，你可以教古朗讀書嗎？好的，小山。放學後，小山留在學校，跟古朗一起溫習。他們把功課做好了才回家。古朗很聰明，也很用功，他的成績進步了不少。學期結束了，古朗拉着小山的手說：好朋友，謝謝你。小山說：我很高興成為你的好朋友。讀一讀。安靜，安靜。讀書，讀書。功課，功課。幫助，幫助。微笑，微笑。守時，守時。忘記，忘記。成績，成績。溫習，溫習。學期，學期。結束，結束。聰明，聰明。高興，高興。專心，專心。進步，進步。